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2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以赛亚书19章18节到25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2节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敬虔生活。基督徒之所以称为基督徒，当然是因为有一群人的生活模式、行为很像是耶稣基督在世时的模式，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基督的跟随者 Christian， 后来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是的，基督徒就是要追求一个符合耶稣基督生活的模式，追求学习上帝的品格。基督徒需要有敬虔的生活。敬虔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英文的了解，敬虔是 godliness， 是 godly， 然后这个是一个形容词。那形容一个人很有神性的品格，就是很有上帝的样子的因此就称为敬虔。然后再加上 ness， 就是说敬虔的它是一个形容副词啦。那一个蒙恩得救之后的人的生命就要很有上帝的模样，就被称为是敬虔的。以赛亚书19章18节到25节这样子说道：那日子一到，埃及的5大城市都要讲希伯来话，人民要奉上帝万军统帅的名宣誓，其中一个城要称为太阳城。那日子一到，埃及将有一座为上主建造的祭坛，埃及的边疆将有为上主树立的石柱，这些都是象征上主万军的统帅住在埃及人当中。当他们遭遇压迫向上主求助的时候，上帝要差遣救星，一位卫护者来拯救他们。上主要向埃及人显示，使埃及人承认敬拜他，献生祭和供物给他。他们要在他们的面前还愿，上主要惩罚他们，也要医治他们。他们要转回归属于他，他要听他们的祷告，治愈他们。那日子一到，埃及和亚述之间那将修筑一条公路，两国的人民来往旅行，他们要一同敬拜上主。那日子一到，以色列人将跟埃及和亚述并驾齐驱，这3大国要使全世界人民蒙福。上主万军的统帅要赐福给他们，说：埃及啊，我的子民；亚述，我的创作；以色列，我的选民。我要赐福给你们。受祝福的人必须是那一些被上帝所拣选，而且愿意顺服上帝、承认上帝、去敬拜上帝的人们。彼得劝勉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要在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以及平安当中活出敬虔的生命。彼得后书第1章第2节到15节，彼得说道：愿你们借着认识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得到丰丰富富的恩典和平安。上帝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一切给了我们。这恩赐是借着认识那一位呼召我们来
分享他自己的荣耀和善德的上帝而得的。这样他把他所应许那最大最宝贵的恩赐给了我们。借着这个恩赐，你们得以逃避世上那毁灭性的欲望，而分享上帝的神性。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尽力的在信心上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手足之爱，手足之爱加上博爱。这些就是你们应该培养的品德。如果你们都具备了，你们就会更积极、更有效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缺少这些品德的人就是短视，是瞎眼，忘记了他们的旧罪已经被洗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更加努力，使上帝的呼召和拣选成为你们永久的经验。有了这些经验，你们就不至于堕落。这样你们会获得充分的权利，得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里。因此，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而且所领受的真理站稳了，我们仍要不断地提醒你们。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应该常常帮助你们记得这些事。我知道，我不久就会脱离这必朽的躯体，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我要尽量去想法子，使你们在我死后还能常常记得这些事。彼得的教导提到的敬虔的生活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在第5节的经文所说的：信心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手足之爱，手足之爱加上博爱。这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应当培养的品德。若都具备了，就能够更有效地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就是他的特质。诗篇126篇，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像做了一场梦。我们欢笑，我们快乐歌唱。别的国家就议论说，上主为他们成就的大事。是的，上主为我们成就的大事，我们多么快乐啊！上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像雨把水带回干枯的河道。愿含泪撒种的都欢呼收割，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职责，愿意学习谦卑，追求上帝形象，来成为敬虔的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